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2月1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果然是胡适的节目里面，我说胡适莫名其妙的尾盘偷袭，本来是要下跌的，结果变成上涨。我说肯定是有小作文就出来了啊。关于房地产，这个彭博社又是彭博社说，中国当局正在研究一项建议。万科据知情人士透露，今年填补约500亿元人民币、68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凸显出政府对陷入困境的开发商的支持。因消息未公开而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称，根据该计划，监管部门将拨出200亿元人民币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用于收购万科存量物业和控制土地。知情人士补充说，这笔资金将使这家总部位于深圳的开发商能够偿还今年到期的公共和私人债务。知情人士说万科及其附属公司还将被允许利用其他融资渠道，包括新发债券发行和偿还债务的银行贷款计划的细节仍有可能变化。目前无法确定万科是否已启动具体债券发行工作，也就是还要发债。拟议中的财务支持进一步表明，北京方面正在为万科划清界限，以免这家有政府背景的开发商重蹈恒大的覆辙。中国恒大集团以及其他近年来发生债务违约的民营企业，万科今年面临资金缺口，因为这家资金紧张的开发商有49亿美元的债券到期或面临赎回，在房屋销售下滑、获得新流动性机会有限之际，万科在回应彭博询问的公告中表示，今年将全力以赴履行其公共债务义务，并继续通过房屋销售、资产处置、退出非核心业务和寻求新融资来筹集资金。该开发商表示，今年有360亿元人民币的公共债务到期，并已在1月份偿还了30亿元人民币。深圳市政府和住房城乡建设部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除了公开发行的债券，万科还有910亿元人民币的短期银行贷款借款。根据其财务报告，截至9月底，深圳市政府上个月介入接管了万科的管理控制权。万科警告称2024年亏损将达到创纪录的62亿美元。这个彭博社总是有先人一步的消息，这个小道消息、小作文的核心就是地方政府要发专项债200亿，把这个额度给万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允许万科自己去发债，那么万科就得救了吗？哪那么容易？发了债是要还的，大家不要看那花里胡哨这个那个的，说白了，说1000道1万，展期本来500亿今年到期了，你要还不起就暴雷，那行，我找新资金把这500亿接下来，这个新的资金、老的资金退出，你不暴雷，新的资金过2年你再还，不就这意思吗？展期，你别管他什么手段，他这个不是破产重整，破产重整是把你这个债，你500亿直接打1折，变成50亿，450亿不用还了，没了，法院一纸裁决。就那50亿你也不用给现金，你只要掏几个亿的现金，剩下的40多亿变成股票，又不用给钱。那你说企业它这债没了，企业就活下来了，这叫破产重整。你这个叫只是一种展期，你靠债务展期能把这个万科救活，那真是天下奇迹。但是我们有前提条件，这韭菜都不买房。韭菜2027年疯了一样的往楼市冲，七大姑八大姨借钱买房，那万科也能活。那这种可能性大吗？韭菜现在都是已经把买房这事忘了，对吧？不结婚不生孩子，准备享受人生，谁打算给你接盘呢？你现在开发房子是在赔钱，这开发商都在赔钱，把万科的土地收回去，把万科手上有些资产收回去，本质上就是政府接盘。本来他那市场化的东西想卖不掉，人家不要，要万达的王老板400多个万达广场卖到现在还在卖10几个，为什么？因为人家精挑细选，这玩意人家也不想吃亏，挑肥拣瘦的。这地方政府直接就把万科那些资产给接了，靠这个来救万科。问题是万科的量太大，你把它债接了，他还那么的应付账款怎么办？那小的供应商都在找。说到把万科手上的地给收走，这样万科不就有钱了吗？减轻了债务负担。全国有多少房地产的
土地要收，每个地方政府都有大量的土地要收回去，都要花钱，政府本来就没钱。你看珠海、中山、广东省内的惠州、潮州、云浮等地，同样于近期公示了首批土地拟收储名单，仅广东省内公示的首批收储土地金额就已经超过140亿元。值得关注的是，尽管部分地区尚未在政府网站公示具体的收储方案，但从相关上市公司公告来看，收储工作已在有序推进。例如1月13日，中国金茂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告称，公司的间接全资附属公司与湖州南太湖管委会就土地收储订立收储协议，以7.8亿元现金收储4宗社宅地块。首批拟收储名单落地的同时，还有更多地区在持续推进闲置土地收储。近期，河南开封、浙江金华、江西吉安等多个地区陆续发布公告，公开征集社会闲置土地进行收储。说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救万科，你把万科的土地收了，其他的开发商收不收？都得收，手背都是肉，都要救，都是收。那政府哪来那么多钱？发债额度是有限的，政府花钱把这地买回干什么啊？政府本来就没钱呢，工资都发不出来。以广州为例，中国房地产报记者广州报道说，华侨城又有土地被收储了。这个华侨城爆雷了，欠云南这个什么国资的钱吧，云南城投延期2年还没办法兑付。近几日，广州各区陆续公布2025年第一批存量闲置土地收储名单，其中增城区只收储了一幅旅馆用地，地块权属为广州华侨城文旅小镇投资有限公司。据了解，这幅位于增城区派潭镇贝因村的地块，占地面积接近13万平方米，为华侨城在2019年6月竞得的成交价约5.74亿元。当时华侨城承诺项目投资总额不低于15亿元，与地方政府携手建设文旅小镇。该地块的收储价格约3亿元，仅为出让价的5.2折。增城区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土地的拟回收价格主要参考了目前的市场价，地块为旅馆用，位置也比较偏，因此评估价相对住宅用地会低一些。当年将近5个亿华侨城拿到手的，现在3个亿还给政府。你要这么收储，房企不是越收不是越瘦吗？不是抽血了吗？所以说我一直说能拯救万科的只有韭菜，其他的房企那更是麻烦一大堆。恒大集团再一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天域置业11日发布公告说2024年12月31日年度审计情况公告指出，由于流动性压力和财务状况恶化，集团在过去2年中每年大幅裁员30%。集团所持有的低水平现金以及现金等价物正用于维持其基本经营活动，鉴于资金水平低及不足，集团未能保持若干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其核授师及其他相关专业顾问开展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的年度审计工作。说的这么拗口，实际上就是他穷的连付审计费的钱都没有了，就这么简单。一家上市公司已经穷到了连审计费付不起，你说惨到什么程度？经济日报他今天看那篇文章说楼市企稳回升有基础，假期淡季不淡，节后仍有支撑。文章指出春节期间市场较为平稳。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春节假期期间28个代表城市新房日均成交面积较上年春节假期增长 8%。 未来一段时间房地产市场继续止跌回稳，仍有支撑。预计节后楼市仍将持续一定热度。从短期看，返程复工、学区房、结婚孕房等需求都有望成为市场再添动力。2025年将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更好满足住房消费需求，把各项房地产存量增量政策落实到位。总之，楼市企稳有基础，淡季不淡的。这几年这恒大暴雷以来我们看到的都是各地楼市不振，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各地的豪宅是一房难求，一旦推出来就日光，无论是深圳、上海还是北京，豪宅都是日光盘的，让我们感觉到两极分化是这么严重。有钱的人3000万、5000万根本就不叫钱，没钱的人买个80万的房子都要七大姑八大姨借钱，还要贷款30年。那么这个豪宅它也有麻烦的时候。我今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叫豪宅物业刺客。这个刺客大家知道吧？以前什么雪糕刺客、文具刺客，你以为那东西很便宜，没在意，结果你买了之后，你付钱的时候发现远远超出你的想象。一根冰棍
棍儿，你以为3块钱，结果它是30，所以网友就说这叫刺客。今天这篇文章说啊，豪宅物业刺客，说买了豪宅的网友或者业主月薪还没有停车费高。首先叫停车费刺客，说这2天啊，鹏瑞集团打造的东莞标杆项目鹏瑞天悦出现在热搜，原因是位于东莞南城鹏瑞天悦的物业管理公司发出一份关于天瑞广场项目停车场起费的微信帖。3月1日起，针对临时停放、月租停放、已售车位、充电车位进行不同档次收费划分，其中临时停放车辆30分钟内免费，3小时内3元每半个小时，就是6块钱1个小时。那超过3个小时怎么办呢？那就是18块钱1个小时，你停24小时，最高120。如果你要按月交钱包月，那么就是2800一个月。结果这个物业的这一纸公告啊，激起了千层浪，引发业主们不满。他说，当初业主们购买鹏瑞天悦付出的是1000万以上的代价。2021年4月，鹏瑞天悦就推出了52套约270到320平的房子，备案总价区间1187万到1608万一套，也是1000万豪宅。随后在同年6月、12月、2022年3月分别推出过住宅，前后共计338户，规划车位数1087个。物业管理公司是深圳尊瑞国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深圳湾1号同属一个物业管理公司。该公司母公司为深圳市鹏瑞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让业主想不到的是，交房后却要面对高价的停车收费。对比周边同类小区的停车收费，不仅临时停放车费收费是市场价的好几倍，月停放收费亦是如此。东莞物业停车费水平一般来说每月300-500是常见。随后业主一致联名提出诉求，要求按照东莞市场同片区同类型代表性小区收费标准进行收费。那这个东莞的收费标准普通的还是比较便宜的，第1个小时免费，6个小时以内是5块，6个小时以上每小时每2个小时1块，24小时封顶14块，这个收费很便宜。有调侃对标豪宅，自然物业停车费也要贵一些才对得起豪宅的光环。这些年鹏瑞集团登上热搜，更多的是因为其豪气和豪宅。在东莞、珠海、广州、佛山、上海等地，鹏瑞集团曾耗资100亿拿下不少地块，也不断诞生出对标的深圳湾1号作品。过去鹏瑞集团业内外口碑都不错，留给外界的印象是不缺钱。但过去2-3年，鹏瑞拿地的步伐慢了下来，还调整了组织架构，缩减城市更新部门人员等。如今又出现了物业子公司给出高价停车费用的规则，难免让市场出现种种遐想。其中一种便是开发商可能缺钱了。但是我在想，你花1000多万买房子，1600多万最贵的，便宜的也1100多万，那停车费1个月收你2800，好像不贵。所以很多人买豪宅的时候是咬牙切齿，掏空了6个钱包，七大姑八大姨去凑钱，完了银行还贷款，买完房子就直接进入叫什么返贫状态，每个月的节衣缩食就还那个按揭贷款，结果你这个停车费1个月收人2800，直接就炸锅了。这些不应该买豪宅，这豪宅买了之后是个累赘，生活水平直线下降，连个停车费都交不起，属于小马拉大车。通俗点说，这样的房子即便你买得起，但是你住不起。我想停车费这么贵，那它的物业费也便宜不了。这3年的停车费交下来，就能重买一辆比亚迪了，1年3万多嘛，3年不是10万吗？停车费，这叫停车费刺客。这个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说明北上广深很多所谓的身价1000万的人兜里没钱，挣钱很难。我们再看今天晚上一个帖子，说上海远郊的本地人过得能有多苦，是上海本地人，但是他是远郊的。他说上海最苦逼的是内环里的市中心滚地龙，住在历史风貌保护区里的老弄堂，人口密度爆表，还没有动迁的可能，置换改造又遥遥无期，近100年的老房子陈旧衰退，冬冷夏热，潮湿闷痒，年年闹白蚁，梅雨天到处鼻涕虫。一家3口一个10平米不到的亭子间，或者3代人蜗居20多平米，市中心10几万1平米的房子，下辈子也不敢看。去买远郊4-5万
的又不甘心。其实说白了，他们连30万的昆山花桥基本也买不起。儿子长到40来岁，连外来妹都找不到。什么叫苦透？苦透，这是真的苦透了。远郊本地人其实生活水平比市区这帮人高太多了，起码住房宽敞，宅基地自建房几十万能起一栋别墅，简单点装修的话，落地100多万基本就够了，10几万再弄辆代步车，连停车费都不用花。碰上真地拆迁的话，分分钟3、4、5、6套动迁房，每月进账房租少则几千块，多则上万块，一家3口就基本实现超市菜场财务自由，随便上班，再赚点零花钱，没事打打小麻将，只要自己不作死豪赌欠高利贷，生活根本没压力。他这个说的是远郊的本地人比市中心的那些住在弄堂里面的人要幸福。我想各有各的幸福，各有各的难处。实际上上海这个情况在北京很常见，北京2环里有很多这种平房老房子，所谓的胡同，那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像那个迷宫一样，里面住了多少人，一点都不夸张。10平米的房子住一家3口，这是常见的。你想象它是怎么住下去，都打上下铺，完了还隔出一个洗澡间，完了还隔出一个厨房，一共才10平米，在外面想办法外接一点。北京2环里那些胡同里面好多都是这种样子。虽然他住在市中心，又能怎么样呢？住的那么小，那么憋屈。他们想象着一旦动迁拆迁，一下几百万到手了，但实际上现在政策天天变，现在好像拆迁不给钱了，叫什么动迁，给你少量的补贴，在远处给你一套房，即便以后有拆迁的可能，他一下暴富，能手上那个1000万，但是他大好年华已经过去了，半截都埋在土里了，给他发1000万有什么用呢？很多北京人从小就在那环境里长大，40岁、30岁他没房子。如果是普通职工，北京的房子他也买不起。但是做生意的这个有来钱路子的，恐怕他在北京买房了，很多都没有。有人做了一个统计表，叫财信研究院，还是万德的数据比较权威。他做的什么统计表？是不同时点购房者的持有收益率。根据他这个做的收益率，他从2012年开始，你2012年买房，对吧？你的收益率是多少？从2022年买的到2024年，你一共收益率每年是多少？你比如你是2018年买的，你到2024年你的收益率是多少？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表格。从他这个表格所展现出来的是，我们当然知道你是2020年买的，那你就亏了呗，那正是最高点的时候，最高恐怕是2021年。如果你是2000年买的，那你就赚了，大概其实这样的。现在已经到什么地步呢？根据他这个表所显示啊，如果你是2017年买的房，你现在已经开始面临亏损了。你就不要说2018、2019到2021年了，你连2017年买房的现在都在亏了，就是7年前买房的。今天在网上也有看到一个帖子，说的是一个阿里 P8 毕业的人才。阿里不是把那些被裁的人称作向社会输送人才吗？所以 P8 被裁。这人他是83年在阿里干了11年，从 P5 干起，一直升到 P8 也不容易。离职前就被裁之前，年薪总包税前140万一年，那除掉税乱七八糟，估计到时候有个阿里干了11年，就这样的一个人，去年国庆节被裁员毕业了。那他像所有的被裁员的人一样，马上找猎头，因为他毕竟是 P8， 找猎头还不行，他通过熟人推荐，到处投简历，这个简历没少投，也面试过几家公司，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反正没找到工作。83年41岁，在这个人才市场没有任何优势了。说他去面试的时候，好几次打败他的竞争对手，都是从阿里出来的，但是他们普遍比他年小5到10岁，也就是都是30多岁。我在以前节目一直说，不要老想着有个什么工作你能干一辈子，即便阿里能怎么样，对吧？即便你在阿里干11年，你又能怎么样？即便你在阿里是 P8， 你又能怎么样？该走人你还得走人。哪个大厂都这样，因为人年龄是在不停的增长，新的人一代一代的出来，一年1000多万的大学生毕业，这叫长江的后浪。前浪你就发现上面的职位是越来越少，你从25岁你干个底层的普通员工没问题，你说你干到30岁还是普通员工，都得往上升呢，越往上职位越少，那就意味着很多人必须要走人，你不走，下面新的毕业的人又来了，性价比比你更高，所以你只能爬到塔尖上。但是即便你爬到了塔尖，就安全了吗？这个 P8 干了11年还得下岗，还得被裁，裁掉了就相当于失业，再找工作很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这个 P8 他被裁之前到手是80万，但我不知道他媳妇收入状况，也就是他整个家庭的收入状况不太清楚，不知道他有没有买房子，他那个房子有没有按揭贷款。11年，我们
假设他钱存了一半，另外一半花掉了，他最后一年到手是80万，他有存款的话不会超过400万。那假设他的钱也没买房，如果这400万他买了房，阿里在杭州不知道他那房子按揭还到什么程度了，现在失业了嘛，没有收入来源。如果他房子按揭贷款还完了，那他还压力很小。如果按揭贷款没还完，那现在麻烦了。今年春节的时候，我有个亲戚说他要在北京买房，我给他的建议就是尽量少贷款，杠杆要越低越好，你最好是全款。当然如果在北京买房全款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这是现实情况啊。第二个，我说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你3年找不到工作，你能不能扛得住？如果你能扛得住你就买，扛不住你还得点这个逻辑是什么？逻辑是人都会失业，你不知道哪天轮到你，有很多东西你不可控，甚至你公司都不可控，对吧？公司并没想裁你啊，但是公司自己倒闭了，你说怎么办？所以这叫底线思维。你这个年纪啊，一旦失业，找工作不好找，3年你恐怕还得面临改行。如果3年你找不到工作，你都能扛得住，那这个你抗风险能力还是有的。你这个时候你再考虑买房还是不买，否则都不要买。不过从政府对万科出手，从这个角度来看，确实急了，因为在这之前，我们的政策都是救项目不救房企，各个项目进入白名单，给各个项目贷款，但是给房企，那你靠边站，你自己想办法。所以你看恒大、融创、碧桂园都得自己想办法。你要说国企、绿地、什么远洋，它股东都是央企、国企，都没有管，为什么到万科这儿要管？一方面是有人要负责，这个账到时候要理清楚，这个责任要分清。这第二个恐怕确实不救已经不行了，救是主观态度，不管能不能救得成那是另外。他以前就没想着救这些房企，但是现在准备对房企出手，这是一种态度上的变化。而这种态度上的变化，一定是他们决策者看到了更危险的情形要发生，否则他不是没有必要憋了3年了，这个时候出手救房企。大家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只能说楼市已经恶化。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